辛辛苦苦打拼咗大半輩子，終於等到退休，諗住可以安安心心領取政府嘅長者生活津貼，點知去社會福利署一計，居然話你資產超額唔符合資格。相信好多香港老友記或者幫屋企長者處理退休安排嘅子女，聽到呢個消息嗰陣，心情都簡直好似落咗冰水咁，覺得非常無奈。明明嗰啲錢係自己幾十年嚟慳吃儉用、一磚一瓦辛苦積賺落嚟嘅安老血汗錢，點解偏偏因為多咗幾萬蚊或者幾十萬蚊，就白白失去了每個月幾千蚊嘅政府長者長糧？如果由65歲一直領到85歲或者90歲，計算反累計總額，隨隨便便都係過百萬現金嘅福利補助。難道資產稍微超出咗上限，就只能眼睜睜睇住呢筆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嘅現金津貼飛走？先唔好咁快失望，更加唔好病急亂投醫，去聽信街坊傳言，隨便把錢轉名俾仔女或者存落私下賬戶。今日呢個懶人包就是要用最清晰、最貼地嘅香港法律同社署政策，同大家好好拆解，當資產超出限額嗰陣，究竟點樣可以在完全合法、合規、合理嘅前提下，透過一套非常關鍵嘅合規財務配置策略，把原本過界嘅資產轉化為合法獲豁免嘅項目，從而順利通過社署審查，重新拿回屬於你嘅長者生活津貼。只要搞清楚背後嘅運作邏輯，你就會發現，原來退休長者要拿取呢筆過百萬嘅現金津貼，方法竟然可以咁直接，而且完全係政府認可甚至鼓勵嘅安排。首先，我哋必須要對現行嘅長者生活津貼制度有一個最基本、最精確嘅認識。社會福利署對於長者生活津貼嘅申請資格，主要設定咗幾個核心門檻。第一個係年齡同居港規定。申請人必須年滿65歲或以上，並且已經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最少7年，同埋喺申請前嗰1年內連續居港最少1年。第二個亦係最關鍵嘅門檻，就是入息同資產嘅審查。好多人經常把入息同資產混為一談，但喺社署嘅審查體系裏面，呢兩樣嘢係分得非常清楚嘅。以目前的最新標準嚟講，單身人士嘅每月總入息上限係10,900港元，資產總值上限係415000港元。如果是夫妻兩人共同申請，每月總入息上限係16,680港元，而夫妻合算的資產總值上限係63萬港元。每個月嘅長者生活津貼金額已經調整到高達4345港元。大家可以試想一下，如果一位長者由65歲開始順利領取長生津，每個月拿4345港元，一年12個月就是52,140港元。如果領取20年到85歲嗰陣，累計拿取嘅津貼總金額就高達1042800港元。如果是夫妻兩人一起領取，20年落嚟累計嘅現金津貼更加係超過200萬港元。呢個數字絕對唔係小數目，對於絕大多數香港普通家庭嚟講，呢筆過百萬嘅現金補助足以大大提升晚年生活嘅質量同安全感，甚至係晚年防老嘅重要底氣。但係現實中好多剛退休嘅老友記，手頭上可能正好有70萬、80萬甚至100萬港元嘅積蓄或者強積金提款。按照單身人士415000港元、夫妻63萬港元嘅資產上限嚟看，呢筆積蓄顯然已經超出了規定嘅限額。如果直接拿去申請，肯定會被社署一口拒絕。面對呢種情況，好多老友記第一個反應就是：咁我把超出上限嘅錢直接轉賬俾仔女，或者提走現金存喺家裏面，咁樣社署咪查唔到攞？呢度必須要向大家發出最嚴厲嘅警告，千祈唔好咁樣做。呢種做法唔單止極度危險，而且仲有可能觸犯香港嘅法例。社署在審查申請人嘅財務狀況嗰陣，會有非常嚴格嘅審核機制同追訴期。如果社署發現申請人喺申請前嘅短時間內無緣無故有大量嘅資金轉走、提現或者以遠低於市場價格嘅形式轉讓財產，社署會將其視為意圖獲得津貼而刻意轉移資產。一旦被認定係刻意隱瞞或者提供虛假資料，申請人唔單止要退還所有已經領取嘅津貼，更加有可能面臨刑事調查，涉及詐騙政府津貼嘅罪名，到時真係得不償失，後患無窮。既然直接轉名同隱瞞係違法兼高風險嘅壞招，咁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合法安全地解決資產超額嘅難題呢？答案就是我們今日要重點講解嘅核心策略，利用政府官方認可嘅豁免資產項目，進行合法嘅退休資產結構重組。在社署嘅審查指引裏面，其實清清楚楚列出咗多種不計入資產總值嘅豁免項目。
只要大家明白呢些豁免項目嘅運作規則，把手頭上超出限額嘅流動資金轉化為合規嘅豁免資產，你嘅總資產數字喺社署嘅審算系統裏面就會立刻降回安全線以下，從而依法合規地符合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資格。喺所有合法豁免項目當中，最直接、最有效，亦係政府官方主導推廣嘅一招，就是投保香港年金計劃或者其他合資格嘅年金產品。好多人聽到年金兩個字，可能會覺得這只係一種普通嘅保險理財產品，但其實香港政府喺推出香港年金計劃嘅時候，就已經喺法例同福利制度上作出咗非常特別嘅政策配套安排。政府明確規定，長者投放在年金計劃裏面嘅一筆過保費，即係你買年金嘅本金，喺社署進行長者生活津貼資產審查嗰陣，係獲准100%完全豁免計算嘅。這句話係咩意思？我們用一個非常具體嘅例子嚟算一算，大家就會一目了然。假設有一位65歲嘅單身伯伯，退休嗰陣手頭上有70萬港元嘅現金同強積金積蓄，如果佢直接去申請長生津，因為70萬港元遠遠超過咗單身人士415000港元嘅資產上限，佢係完全唔合資格嘅。但係如果呢位伯伯了解咗政策規則之後，決定拿出50萬港元，一次過投保香港年金計劃，自己手頭上只留返20萬港元，作為日常應急嘅流動儲蓄，咁樣配置之後，喺社署嘅審查眼中，情況會發生點樣嘅變化呢？首先睇資產部分，伯伯投保年金嘅50萬港元本金，因為屬於政府特許嘅年金豁免項目，資產計算法律直接將其歸零，不計入資產總額。而伯伯銀行戶口裏面剩餘嘅20萬港元現金，低於415000港元嘅資產上限。結果係在資產審查這一關，伯伯完全合格。然後我們再睇入息部分，50萬港元投保香港年金之後，以65歲男性嚟計算，年金公司每個月會固定向伯伯發放了大約3000港元左右嘅年金收入。根據社署嘅規定，年金每個月發放嘅固定金額係需要計入每月總入息嘅。伯伯每個月有3000港元嘅年金收入，而單身人士嘅每月入息上限係10900港元，3000港元遠遠低於10900港元嘅入息上限，所以在入息審查這一關，伯伯同樣完美合格。大家睇下這個結果，伯伯原本因為70萬港元資產超額，1分錢津貼都拿唔到。經過這一步合法合規嘅年金配置之後，伯伯每個月唔單止可以穩穩當當拿取年金公司發放嘅3000港元，同時仲可以合法領取政府發放嘅4345港元長者生活津貼，兩筆錢加埋，伯伯每個月嘅固定退休現金流直接達到咗7345港元，每個月7345港元，一年就是88140港元。如果伯伯由65歲領取到85歲，20年落嚟，佢單單從政府長生津拿到的現金津貼累計就超過104萬港元，加上年金公司發放嘅72萬港元年金，總共獲取的現金流超過了176萬港元。更重要嘅係，呢50萬港元嘅年金本金並沒有消失，而係轉化成了終身保證發放嘅現金流，一直發送到伯伯百年歸老。這就是為什麼說理解並善用呢一招，就能夠在合法合規嘅前提下，為自己鎖定過百萬嘅退休現金津貼。當然，除了買年金之外，喺香港現行嘅福利政策之下，仲有幾種同樣合法而且非常實用嘅資產豁免同調整途徑。了解呢些途徑，可以幫助大家更加靈活地規劃自己或者父母嘅退休財務。第一種係關於自住物業嘅豁免安排。喺社署嘅審查體系裏面，申請人喺香港唯一擁有一項作為主要居所嘅自住物業，無論呢個物業現時嘅市場估值係500萬、800萬，還係1000萬港元，社署都係完全不計入資產嘅。換句話說，如果你擁有一套價值幾百萬嘅自住樓，只要你手頭上嘅流動現金唔超過資產上限，你一樣可以順利申請長者生活津貼。不僅如此，近年越來越多香港長者選擇利用自住物業參加按揭證券公司推出嘅安老按揭計劃，即係俗稱嘅逆按揭。長者把自住樓宇抵押給銀行，每個月領取一筆固定嘅年金收入，同時繼續喺原物業居住到百年歸老。喺社署嘅規定裏面，安老按揭每個月發放給長者嘅款項係完全唔當作入息計算嘅。這意味着長者就算每個月透過逆按揭拿到1萬甚至2萬港元嘅生活費，呢筆錢都不會影響你領取長生津嘅資格。
只要每個月拿到的逆按揭款項沒有喺銀行戶口裏面大量累積成超過上限嘅儲蓄，你就可以同時享受逆按揭現金流，加埋每個月4345港元嘅長生津雙重保障。第二種係關於保險產品嘅現金價值，好多老友記喺年輕嘅時候買咗唔少人壽保險、醫療保費或者危疾保險。大家需要留意，社署喺評估保險資產嗰陣係有明確區分的。具有保障性質嘅傳統人壽保險、醫療險以及危疾險，其政策規定嘅現金價值同積存紅利喺大部分情況下係可以獲得豁免或者有專門嘅申報安排。但係如果你買嘅係純粹高儲蓄成分、偏向投資回報嘅儲蓄保單，呢類保單嘅退保現金價值往往會被社署視為流動資產嘅一部分。因此喺準備申請長生津之前，一定要仔細檢查手頭上保單嘅性質，如有需要可以諮詢專業人士，評估是否需要對保單結構進行適當嘅調整。第三種係日常生活合理開支嘅預先安排。有些長者嘅資產可能只係微微超出上限幾萬蚊，例如單身人士資產上限係415000港元，而你戶口裏面剛好有45萬港元，超出了1/3。喺這種情況下，完全不需要做複雜嘅金融產品配置，長者完全可以在申請之前，把呢幾萬蚊用於改善自己嘅晚年生活質量，或者進行合理嘅必要預付，例如為家裏面進行一次全面嘅無障礙家居翻新，安裝適合長者嘅浴室、防滑設施與扶手，更換使用了多年的舊電器，購買適合晚年健康所需嘅醫療輔具，進行全套深度的身體檢查或者牙科治療，甚至是預先購置自用嘅骨灰龕位。呢些開支全部屬於合理、真實且必要嘅個人生活消費，絕對不屬於違規嘅資產轉移。把超出的幾萬蚊轉化為晚年生活嘅舒適度同健康保障，銀行餘額隨之自然降回415000港元以下，隨後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向社署提出長生津申請。講到呢度，可能有些70歲以上嘅老友記會問：如果我手頭上嘅資產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我又唔想把錢投進年金或者進行其他配置，咁我係咪就完全同政府嘅退休福利無緣呢？答案當然唔係。香港嘅退休保障體系裏面，除了長者生活津貼之外，仲有一個歷史非常悠久嘅福利，那就是高齡津貼。生果金同長生津最大嘅分別就在於審查機制。長者生活津貼需要進行嚴格嘅入息同資產審查，而高齡津貼則設有一個非常明確嘅門檻，只要申請人年滿70歲或以上，並且符合居港規定，就完全不需要進行任何入息同資產審查。無論你名下係有100萬港元，還係1億港元資產，只要你滿70歲，政府每個月都會固定發放1675港元嘅生果金到你嘅戶口。雖然生果金每個月1675港元，相比起長生津嘅4345港元要少咗一大截，但它嘅好處係零門檻、零手續負擔，完全不需要向政府申報任何個人財產。所以對於資產特別豐厚、完全不打算做任何資產重組嘅70歲以上長者嚟講，申請生果金係一個最省心、最直接嘅選擇。但是如果你嘅資產總額喺合理嘅配置範圍之內，或者你願意透過年金等工具進行合規調整，那麼優先爭取領取長者生活津貼，顯然係最具經濟效益嘅策略。因為長生津每個月多出的2670港元差額，幾年累積落嚟就係10幾萬，20年落嚟就係數以50萬計嘅額外現金收入。為了讓大家在實際操作嗰陣少走彎路，接下來我們再梳理一下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時最容易踩中嘅幾個認知誤區同常見陷阱。第一個陷阱，誤以為仔女俾嘅家用會被算作入息而超標。好多長者非常擔心仔女每個月孝敬自己幾千蚊甚至1萬蚊家用，會唔會導致自己嘅每月入息超標而拿不到長生津？呢個擔心完全係多餘嘅。社署喺指引裏面寫得非常清楚，親友或者仔女給予嘅金錢援助，即係家用、零用錢，係絕對不計算為個人入息嘅。所以仔女每個月俾你多少家用，都不會影響你嘅入息審查。但是有一點必須注意，仔女俾你嘅家用，如果你每個月都用唔完，一直存在你嘅銀行戶口裏面，時間久咗累積成一筆龐大嘅儲蓄，咁樣呢筆累積下來嘅存款就會被算作你嘅資產。所以只要確保銀行戶口嘅總存款不超過資產上限，仔女給予嘅家用係完全不影響申請資格嘅。第二個陷阱，忽視咗聯名戶口嘅資產計算規則。
有些長者習慣把銀行戶口同仔女或者配偶做成聯名戶口，喺社署審查嘅時候，聯名戶口裡面嘅資金一般會按照戶口持有人嘅人數進行平均計算。例如，你同你嘅仔女有一個二人的聯名戶口，裡面有60萬港元存款，社署在計算你嘅資產時，預設會把其中的30萬港元算作你嘅個人資產。但是如果呢個戶口裡面嘅資金全部係由仔女賺取並存入嘅，或者全部係你個人嘅資金，社署可能會要求你提供詳細嘅資金來源證明。為了避免審查過程中的繁瑣手續同不必要嘅爭議，建議長者喺準備申請長生津前，最好把個人嘅養老資金同仔女嘅資金分開，使用獨立嘅個人戶口進行管理，咁樣喺申報嗰陣就會清晰得多。第三個陷阱，以為只要申請一次，以後就永遠不用再查，千萬不要以為順利批核咗長生津之後就可以一勞永逸。社署係設有定期復檢同抽查機制嘅。一般而言，社署會定期向受惠人發出復檢申報表，甚至進行會面抽查，以確認受惠人嘅財務狀況是否依然符合資格。如果在領取津貼期間，你因為繼承遺產、出售物業或者其他原因，導致個人資產突然大幅增加並超過咗上限，案例係有責任主動向社署申報㗎。保持財務狀況嘅持續合規，才能確保你能夠長長久久、安心無憂地領取這筆退休長糧。總結嚟講，退休之後想要獲得最保障、最着數嘅生活，關鍵就在於提早規劃同依法合規。面對超出資產上限嘅困境，我們既不需要灰心放棄，更加不能鋌而走險去搞違規轉名。香港嘅福利政策同金融體系其實已經為大家留出了非常寬廣、非常合法嘅調整空間。透過將超額嘅流動資金合理配置到香港年金計劃等獲豁免嘅項目裏面，你唔單止可以把原本靜止嘅儲蓄變成每個月源源不絕嘅保證年金收入，更加可以完美符合社署嘅審查要求，把每個月4345港元，累計過百萬嘅長者生活津貼穩穩囊括懷中。退休係人生嘅全新篇章，辛苦工作咗一輩子，合理合法地拿取政府給予長者嘅應有福利，係每一位香港合資格長者應有嘅權利。希望今日這個詳細嘅退休長糧懶人包能夠幫到身邊每一位正喺度為退休資產籌謀嘅老友記同家庭。只要看清規則，做對配置，100萬津貼同充沛嘅晚年現金流，其實距離你一點都不遠。